今日要讀嘅經文係喺雅各書第3章13至18節。雅各書第13至18節。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應當有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溫柔把自己的行為表現出來。如果你們心中存着刻薄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誇口，也不可説謊抵擋真理。這種智慧不是從天上來的，而是屬地的，屬血氣和屬鬼魔的。因為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必有擾亂和各種的壞事。至於從天上來的智慧，首先是純潔的，其次是和平的、溫柔的、謙遜的，滿有恩慈和善果，沒有偏袒，沒有虛偽。這是締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來的義果。聖經一節讀畢。今日我哋有鄭珍妮醫生喺我哋當中宣講神嘅話語。今日嘅講題係從天上來的智慧。請鄭珍妮醫生。弟兄姊妹好，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喺神面前去睇呢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對唔住，我唔見咗我個講章，揾翻出嚟先。頭先開咗嘅，不過走咗去。OK， 好，先同大家講聲早晨。無論你喺線上喺教會當中，我哋可以一齊敬拜，係好開心嘅事。我唔知道你有冇咁樣同天父嗌過救命？天父啊，幫我好需要智慧啊！我就成日都會，特別喺過去幾年啦，我需要帶領一個好大嘅項目，係籌備戴德生電影嘅拍攝同埋推廣。喺過程裏邊，我需要接觸好多唔同嘅人，處理好多唔同嘅事，要建立一個合一但係多元嘅團隊，要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去做好多唔同嘅決定。我好多次去到神面前話，我真係唔知點處理，你可唔可以俾智慧我？我唔單止自己求，亦都叫弟兄姊妹為我求，因為我真係好需要智慧。然之後有一日，我坐低就諗下，其實乜嘢係智慧呢？聖經裏邊所講嘅智慧又係點樣嘅呢？喺嗰一刻，神讓我諗起呢一段嘅經文，雅各書3章，我就突然間發覺佢嗰度講嘅屬天嘅智慧，同我一向以嚟所諗嘅智慧有啲出入。咁我今日就係想同大家去分享，我喺呢個過程裏邊神教我嘅一啲嘅嘢。究竟乜嘢係智慧呢？我哋點樣分辨屬地嘅智慧？點樣可以明白得到屬天嘅智慧？我哋點樣可以一齊嘅成為有福嘅智慧人呢？我一直以為智慧就係可以理解綜合好多錯綜複雜嘅資訊，喺當中做出準確嘅判斷，又揾到方法合情合理地去推行、去執行、去解決問題。但係雅各喺呢度指出，智慧係要活出嚟嘅。我哋一齊讀下好唔好啊？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
他就應當有美好嘅生活，用明智嘅溫柔把自己嘅行為表現出嚟。雅各指出呢個智慧係要活出嚟嘅。相對佢第3章前面嗰12節，嗰度係講到一啲假教師用言語去好多嘅人，帶嚟好多嘅傷害。而呢度話有知識、有智慧嘅人係用明智嘅溫柔，用行為表現出美好嘅生活。美好嘅生活唔係話你舒適安逸嘅生活，而係一個美好嘅生活方式，或者簡單嚟講就係一個美好嘅生命，係可以活出嚟嘅。而呢個生命其實喺我哋信主嗰一刻已經進入我哋嘅生命，而隨住呢個新生命，神嘅智慧就成為我哋嘅智慧，係每一個屬神嘅人都有嘅智慧。而智慧嘅表彰唔係講啲好高言大智，人哋諗都未諗過，聽都聽唔明嗰啲嘅説話，唔係雄辯滔滔叫人拗贏晒所有身邊嘅人，而係一個活出嚟美好嘅生命，係人哋見得到嘅善行。而好特別嘅，佢話用明智嘅溫柔活出嚟。乜嘢係明智嘅溫柔呢？英文係 meekness of wisdom。我從來就冇將智慧同埋謙卑或者溫柔meekness 擺埋一齊。meekness 另外一個嘅翻譯係謙遜，因為聖經學者話喺原文謙遜其實係一個馴馬師收服一匹駿馬同一個字，就好似雅各喺3章3節嗰度話：如果我哋將個嚼環擺喺馬嘴裏邊，就可以令佢順服，就能夠駕馭佢嘅全身。駿馬嘅能力受到約束，就可以完美嘅去發揮。應用喺人嘅生命裏邊，謙遜就係睇別人比自己強、比自己重要嘅一個心態，以致佢可以願意去控制自己嘅能力，按住處境嘅需要去發揮，而唔需要成日都好高姿態嘅將自己嘅能力彰顯喺人嘅面前。我哋點樣可以學習明智嘅溫柔呢？點樣可以被神收服嘅謙遜呢？我哋好熟悉箴言9章10節話：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認識至聖者就係聰明。智慧係建基喺對神嘅認識同埋敬畏當中。面對全知全善全能嘅神，我哋仲有乜嘢可以自恃自誇嘅呢？我哋同身邊嘅人同樣都係神所造、神所愛、神所用嘅人。可能我哋背景唔同，我哋學習嘅進程唔一樣，對事物嘅理解有差距。但係每一個人都係有神所賜嘅能力同埋智慧。當我哋咁樣去認識神、認識人、認識自己嘅時候，我哋向神、向人有謙遜係必然嘅。所以就讓我哋一齊學習，用行動去實踐出屬神嘅智慧。喺我哋睇屬天嘅智慧之前，雅各先教我哋點樣去分辨乜嘢係屬地嘅智慧。佢話：如果你心裏邊存住刻薄嘅嫉妒同埋自私，就唔好誇口，唔好説謊抵擋真理，因為呢種嘅智慧唔係喺天上嚟嘅，係屬地嘅、屬血氣、屬鬼魔嘅。因為凡有嫉妒同埋自私嘅地方，就有擾亂同埋各樣嘅壞事。
雅各同樣以智慧嘅根源去入手。屬天嘅智慧係源於對神嘅敬畏，屬地嘅智慧係源於自我中心。雅各喺第14節提出呢一種另外嘅智慧，同美好嘅生命係相反，喺心中存住刻薄嘅嫉妒同埋自私。呢度所講刻薄嗰個字咧，英文係 bitter 苦澀，同11節嗰度佢講到話苦水係同一個字。因為苦水係喺第10節講嘅咒詛，呢度講嘅係喺心裏邊發出嚟嘅爭競，係同謙遜背道而馳嘅。我哋可能話我從來都唔咒詛人嘅，我唔會咒詛啲弟兄嘅。但有冇時候我哋會不自覺嘅去同人比較呢？去爭競呢？人哋成功，我哋真係為佢開心，定係我哋心裏邊話：切，佢好叻咩？我都得啦。如果我有佢嘅資源，有佢嘅機會啊，我叻過佢添啊！喺工作上邊，喺教會當中，我哋會唔會分黨分派？我會唔會堅持我嘅意見，而唔能夠同弟兄姊妹協力同心呢？我願唔願意分享我有嘅資源、智慧，幫人哋去成功，而唔係要我自己成功呢？當佢真係成功嘅時候，我係咪真係同佢一齊喜樂慶祝？當佢失敗嘅時候，真誠嘅有上，佢跌倒嘅時候，為佢禱告。喺爭競當中，我哋好多時候會高抬自己，誇口自己嘅成就，有時甚至將團隊努力嘅成果，或多或少暗示，其實都係我喺後邊推嘅啫。呢個都係我嘅意見，呢個都係我嘅諗法，甚至覺得如果冇我，根本就唔會成就呢件事。如果係你有一啲嘅錯失嘅時候，會唔會隱藏起嚟，收埋佢，甚至用一啲嘅謊言或者叫白色嘅謊言去遮掩咗自己嘅罪呢？雅各指出，高抬自己、貶低他人嘅智慧，唔係喺天上嚟嘅。佢話係屬地嘅、屬血氣嘅、屬鬼魔嘅。哇，好咪好緊要啊！屬鬼魔喎，魔鬼撒旦嘅嘢喎，點會喺我哋度啫？可能喺我眼中，屬地嘅智慧係中性嘅，只不過係按社會規則同埋判斷去做決定啫嘛。但係其實屬地、屬血氣、屬鬼魔係一環扣一環，分唔開。屬血氣好簡單嘅就係話，唔係從屬靈嘅眼光去理解事實，唔按神嘅眼光去判斷，咁樣嘅時候，我哋好容易就落喺鬼魔嘅欺騙當中。可能你都睇過呢一段嘅經文喺馬太福音16章，耶穌問佢嘅門徒：啲人話我係邊個？佢哋講咗一輪之後，耶穌就話：咁你哋話我係邊個？彼得好英勇嘅話：耶穌，你係基督，係永生神嘅兒子。耶穌去稱讚佢話：約拿嘅兒子西門，你係有福㗎，因為呢個唔係人或者屬血氣指示你嘅，而係我喺天上嘅父啟示你嘅。我諗彼得好飄飄然，話天父特別有信息俾我。但係跟住耶穌就向門徒話：我要受苦害、被殺、復活。彼得亦都係第一個一馬當先，將耶穌拉埋一邊話：主啊，千萬不可這樣，這事一定不會發生在你身上。耶穌嘅反應呢？
佢轉過嚟對彼得話：撒旦，退向我後邊，你係絆腳石，因為你不想念，你不思念神嘅事，只係思念人嘅事。其實彼得有啲冤枉啊，係咪？佢係愛耶穌，唔可以接受佢受害，佢係出於關懷同埋保護而提出反對啫嘛。點解要俾耶穌鬧呢？因為喺當中佢忽略咗神要透過苦難去成就救恩。我哋同樣好多時候都自然而然嘅會趨吉避凶，唔單止對自己，更加用盡方法去保護我哋所愛嘅人。但係可能喺過程當中，我哋忘記咗從神嘅角度去理解當時嘅事，去思念神家整體嘅需要，多過自己所愛嘅人嘅益處。雅各描繪嘅唔係一啲大奸大惡嘅人，而係我哋每一個。佢話：如果你們係指當時收呢封信去讀嘅信徒，亦都係今日睇呢封信嘅你同埋我。我哋真係要時時警惕，唔係嗰啲人先至有用屬地嘅智慧，我哋都好容易不以神嘅事為念，落喺撒旦嘅欺騙當中。屬地嘅智慧有乜嘢唔好處呢？雅各提醒我哋唔好用屬地嘅智慧，因為有嫉妒自私嘅地方，就有擾亂同埋各樣嘅壞事。屬地嘅智慧係帶嚟擾亂同埋各樣嘅壞事。喺一個群體裏邊，自私同埋爭競自然會帶嚟紛爭。各人為自己嘅好處爭好名聲、爭上位，想有更多嘅權力，想有更多嘅影響力，可能會不自覺嘅去推倒對方，結果出現嘅就係各樣嘅壞事同埋擾亂。咁屬天嘅智慧又係點嘅呢？雅各喺第17節列出咗屬天智慧嘅基礎同埋佢7樣嘅特質，然之後再喺18節講俾我哋聽佢嘅結果。或者你幫我讀下第17、18節啦。多謝。屬天嘅智慧嘅基礎係純潔，同神一樣身心靈嘅聖潔。彼得前書提醒我哋話，聖經上記着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聖潔係神嘅特質，亦都係神對我哋每一個信徒嘅呼召。純潔係關乎我哋行事為人嘅動機，唔為自己謀取私利，唔係淨係想人哋睇到我有幾叻有幾好，唔係要得好名聲，係群體當中有影響力、坐高位，甚至有物質嘅利益。純潔嘅動機同上一節我哋所講自私爭競係一個好強烈嘅對比，係我哋嘅基礎，智慧嘅基礎。屬靈智慧嘅有啲咩特質呢？可能頭先讀嗰17節嘅時候，你都覺得好似好熟，
因為其實佢同加拉太書5章我哋可能都背過唱過嘅聖靈果子係好相似嘅。我哋一齊讀下。但聖靈嘅果子係仁愛、喜樂、和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是沒有律法禁止。如果我哋將兩節嘅經文擺埋一齊嘅時候，我哋就睇到原來屬天嘅智慧就係聖靈喺我哋生命當中所結嘅果子。呢個嘅特質係個源頭係神自己，係神活喺我哋心中嗰個新生命嘅彰顯。其中包括啲乜嘢呢？和平。耶穌係愛呢個世界到一個地步，佢嚟到世界上邊捨棄自己嘅生命，讓人可以重新與神和好，與人和好。佢係伸出和平嘅手，佢喜愛和平，佢締造和平，佢培植和平嘅義果。和平亦都係雅各好提出嘅重點。喺呢兩節嘅經文，我頭先已經講咗嗰3個唔同嘅角度。第17節指到係喜愛和平，18節話屬天嘅智慧係締造和平嘅人，用和平去培植嘅義果。佢唔單止喺佢嘅書信裏邊去強調和平，如果你睇佢嘅生命嘅時候，佢亦都身體力行嘅去真係去活出和平嘅生命。喺使徒行傳15章21章，我哋都睇到初期教會出現紛爭，有對教義上邊有唔同嘅睇法，有分歧。佢以教會領袖嘅身份，將唔同意見嘅人聚埋一齊，互相去聆聽，去揾出合神心意嘅處理方案，致力達至和平。和平可以點樣達到呢？溫柔，溫柔可以話係達至和平嘅必經之路。溫柔接納。溫柔係乜嘢呢？溫柔就係話情願自己蝕底吃虧，亦都唔堅持自己嘅權利。呢個唔表示係毫無原則，只係為咗避免爭吵而妥協，亦都唔係為咗避免爭議，誤以為家醜不出外傳，啲嘢冚埋就算，甚至將信仰群體當中嘅罪去隱藏，視而不見。有歷史學家用鋼鐵嘅溫柔去形容美國早期嘅總統林肯。林肯總統喺廢除奴隸制度上邊，從來都冇妥協，佢堅持到底。但係同時佢係被公認為一個最溫柔謙遜嘅人。溫柔同原則係冇衝突嘅。跟住雅各提到謙遜，喺一個英文譯本 ESV 裏邊，佢將謙遜翻譯為 open to reasoning， 就係願意開放去聆聽、去接收其他人嘅一啲嘅睇法。謙遜係受約束嘅力量，係自限，係唔堅持己見，而願意去聆聽、去了解其他人嘅諗法，去知道佢哋想要得到啲乜嘢嘢，想達到啲乜嘢嘅目標，佢哋嘅原則、佢哋嘅價值觀係點樣樣。然之後我哋一齊去傾，去一齊去揾共同嘅原則，達至共識同埋行動方向。溫柔謙遜可以話係和平嘅兩隻翼，可以合拍嘅讓和平展翅飛翔。
跟住雅各提出兩個滿有，兩個沒有。滿有係裝咗啲嘢入去，裝到滿晒流出嚟嘅意思，唔係我哋自己喺裏邊點樣搞出嚟嘅，而係由神嗰度領受再流出去。滿有恩慈係我哋經歷咗神無限嘅慈悲同埋憐憫。耶穌喺我哋仲做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讓我哋唔需要去承擔我哋該受嘅責罰，反而得到我哋唔配受嘅饒恕。亦都正因為咁樣，我哋見到其他人需要幫助嘅時候，需要憐恤嘅時候，我哋就去接納佢哋，擁抱佢哋，好似神擁抱接納我哋一樣。呢度嗰張相唔知，我相信有好多人都認得。上個月我有機會喺嗰個位同陳淑貞傳道嘅媽媽一齊去崇拜，我心裏邊充滿感恩。我第一次認識伯母係37年前，當時 Patrick 同我啱啱加入 OMF 去做宣教工作。我哋嚟到新加坡，人生路不熟，我哋接受入職嘅培訓。伯母同陳傳道帶埋水果去 OMF 探我哋，我當時覺得好溫暖，好窩心。之後我哋一家搬到嚟新加坡喺 OMF 總部侍奉，伯母好關心我哋一家，成日請我哋去佢屋企坐，去佢屋企拜年，甚至食團年飯，讓我哋一家人喺新加坡有一個家嘅感覺，一個被接納，就好似神接納我哋進入神嘅家一樣。除咗滿有恩慈，亦都係滿有善果。頭先我哋已經講到智慧嘅特質同聖靈所結嘅果子係相同嘅。當聖靈進入我哋，充滿我哋嘅心嘅時候，佢嘅美善就自然喺我哋生命中流露出嚟。我盼望我哋每一個都願意順服聖靈，讓佢可以塑造我哋嘅生命，結出聖靈嘅善果。跟住雅各提出兩個沒有，沒有偏袒，沒有虛偽。沒有偏袒，另外一個譯法係不心懷二意，隨風擺柳，唔會按時機需要而去改變我哋嘅睇法，唔會因為某個人嘅情面而偏袒妥協。相反嘅，智慧係果斷堅定，按真理行事。智慧係冇虛偽嘅，因為呢個係生命嘅流露，所以每一個嘅表現都係真實嘅，唔可以裝假，唔可以為咗表面討好其他人、賺取人哋嘅讚賞而隱藏自己私欲，戴上面具。屬地嘅智慧結出嘅係擾亂同埋各樣嘅壞事，相反屬天嘅智慧結出嘅係和平嘅義果、公義嘅果子。18節話：這是締造和平嘅人用和平所培植出嚟嘅義果。我諗我哋頭先一路講嘅時候，亦已經留意到呢個從天上嚟嘅智慧係唔係課堂裏邊所以學得到，唔係睇多幾本書，經歷多啲人生嘅體驗，我哋就可以達到個人嘅修養。相反嘅，佢係喺群體生活當中歷練成熟嘅果子，好似一粒種子落喺屬神嘅兒女生命當中，而慢慢結出嚟嘅義果。
但係呢個唔係無痛無艱難，自然而然就成長。好似我哋中國人有陣時話，天生天養啦，個 BB 抌喺度，佢自己會大嘅。你知唔係？同樣和平嘅義果都唔係自然會大嘅，係要刻意栽培嘅。係喜愛和平嘅人先做咗一個決定，就係話我要喺我所屬嘅群體當中，喺我身邊嘅人去締造和平，去建立合一和諧嘅團契。無論喺屋企、喺學校、喺辦公室、喺教會，我要積極持久嘅去培植呢個和平嘅義果。而且呢個唔係一個義果嚟㗎，喺英文聖經佢表達得更加清楚。佢話A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 係公義嘅大豐收嚟嘅，係滿有善果栽種培育更多一浪又一浪嘅義果，係從神而嚟嘅美好生命培植出更多美好嘅生命。雅各教導我哋，從天上嚟嘅智慧唔係名詞嚟㗎，唔係解決困難帶嚟成果嘅技巧同埋能力，亦都唔係一個動詞點樣去做好決定，點樣去執行需要做好嘅嘢。相反，17節所提嘅一系列都係形容詞嚟，係形容我哋嘅品格、我哋嘅心態嘅形容詞嚟。我哋需要喺神面前有一個正確嘅心態，去培植和平。箴言3章13節話：得着智慧、獲致聰明嘅人係有福嘅。我哋都係有福㗎，我哋坐喺呢度每一個都係有福㗎，因為喺我哋信主嘅時候，智慧就隨住我哋新生命從天降喺我哋心田裏邊。如果你話我未有喎，我未接受神俾我嘅新生命同埋屬天智慧，我邀請你唔好再遲疑，今日就邀請耶穌進入你嘅心，進入你嘅生命，以致你可以得着屬天嘅智慧。我邀請你做呢個決定之後，你將呢個決定話俾你身邊你所認識嘅基督徒家人、朋友或者教會嘅傳道人聽，以致我哋可以一齊嘅喺神嘅家裏邊一齊嘅成長，去培植締造和平嘅義果。願神祝福大家。